大家好，我係林麗老師，同大家講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2026年丙午年流年運程分析。今次講紫微天相磁場。喺2025年呢，我大力推廣光明斗，喺法住機構舉辦咗3場講座及每月活動嘅推廣。喺2026年呢，我繼續努力推廣光明斗，發掘小孩天賦潛能工作坊。開啟孩子光明嘅未來，從了解開始，因為了解，所以更懂愛。詳情請參閱本 YouTube 影片嘅最後部分。紫微天相磁場呢，就係紫微在辰5號磁場，同埋紫微在戌11號磁場。流年分析有2部分，第一部分流年4化星及越級星嘅影響力，第二部分正確發揮流年本末數。正確嘅意念、行為及表現，克服流年嘅種種挑戰。首先，我講紫微天相第5號磁場。自身運，眼淚喺心裏邊嘅，心理質素係吉凶嘅關鍵。進財運，花錢容易，揾錢難。事業運，處世不易，不得不向現實妥協。愛情運，容易產生摩擦，關係係緊張。家宅運，環境條件有不明嘅影響力，忌衝動行事啊。流年嘅化星天同化祿，交友宮天同化祿見天魁星，表示你喜歡結識新朋友，社交圈子活躍，多飲飲食食嘅活動。咁啊，睇下天同化祿點樣影響自身事業同埋財運啦。交友宮天同化祿天魁點樣影響自身運？由於今年命主可能面臨一啲壓力，內心或許存有啲憂慮嘅。適當嘅社交生活，同好朋友傾下偈、交流下，將會是有效舒緩壓力嘅方法啊。交友宮天同化祿天魁點樣影響事業運呢？參加社交活動、把酒談歡時，可能認識到能幫你嘅人。喺工作方面，為了擴展業務，應酬活動有所增加，因此開銷也隨之增加。交友宮天同化祿天魁點樣影響財運呢？最壞嘅可能性係為了追求歡樂而過度消費，超出了個人能力所及。為了支付呢啲賬單或許需要向外借錢找數，屆時就後悔莫及啦。流年嘅化星天機化權。子女宮天機化權巨滿，將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嘅組合。咁睇下呢個天機化權對於感情運同埋事業運嘅影響。喺感情當然係子女關係，而事業就係後輩嘅關係啦。子女宮天機化權巨滿對感情運嘅影響。伴侶重視子女嘅教育，因此希望自己能同一齊係一個督促子女。伴侶態度係較為強勢嘅，現今教育制度下學業壓力較大，建議適度嘅督促學習並配合適當嘅娛樂放鬆啊。子女宮天機化權巨門對事業運嘅影響，儘管有後輩嘅助力，對方具備卓越嘅才智，然而可能唔願意聽隨你嘅建議，反而傾向於協助他人而非你啊。建議你喺工作上持嚴謹嘅態度，以贏得對方嘅尊重，如此自然能獲得後輩嘅助力。流年嘅化星文昌化科，象徵知識顯露於大眾，對外有影響力。文昌嘅實力務必將知識融會貫通於實際表現之中，所謂知行合一。咁我哋睇睇對自身運嘅影響啦。文昌化科點樣影響自身運？如果你感到精神壓力或者心頭有鬱悶，建議你盡早與親近嘅朋友傾訴，分享你嘅感受。咁樣做有助於問題惡化之前得到妥善嘅處理，而非等到問題已經產生先去面對啊。俗語話病向淺中醫，今日去見心理醫生已經係好平常同埋普遍嘅事情。非常建議你認識光明斗，了解自己，能從核心問題去着手解決生活中嘅煩惱啊。流年化星廉貞化忌，
福德宮見廉貞化忌，眼淚喺心裏流啊！睇下對自身感情財運嘅影響啊！福德宮廉貞化忌對自身運嘅影響，生活嘅壓力與財務嘅狀況可能對你嘅心情產生負面嘅影響，而吉凶嘅關鍵係在於如何理性應對呢啲問題。福德宮廉貞化忌對感情運嘅影響，已婚人士嚟講咧，伴侶嘅自我意識較為強烈，且堅信己見，並期望自己能完全順從，這可能會導致雙方關係變得十分緊張。若未能妥善處理咧，呢段感情好將面臨危機啊！未婚者已有伴侶，本年有結婚嘅機會，你會配合伴侶嘅要求，即使花費讓你心痛，你都會默默承受嘅。單身嘅你將會有情緣，然而若你發現呢段感情關係唔適合自己，應當機立斷去終止啊！福德宮廉貞化忌對財運嘅影響，會為情花費金錢，若能換來效益，對方開心，只要喺你能力範圍內，平常心看待咯。若你面臨財務壓力或有預算嘅限制，坦誠告知對方，避免不必要嘅虛榮，造成內心嘅困擾啊！慾望係無止境嘅，因此請謹慎規劃開支。流年嘅貴人星天月喺田宅宮，天魁喺交友宮，家宅運。在充滿唔確定性環境中，應當保持理性嘅思維，並投入足夠嘅時間進行觀察同埋驗證。喺愉快環境中結識新朋友，更需要時間來觀察同埋了解對方嘅意圖啊！流年嘅祿存星喺兄弟宮，對自身運嘅影響。兄弟宮天梁見祿存，兄弟姊妹啦，合作關係啦係有助力嘅。無論喺家庭或者事業方面，兄弟都能扮演和事佬嘅角色，可以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總之，若有任何唔愉快嘅事情，不妨找兄弟傾傾啊！注意啦，兄弟之間嘅協助應以正確原則為基礎。如果所做嘅事有違道德，則需謹慎，以免兄弟嘅好意協助反而導致唔好嘅結果發生啊！流年嘅擎羊星同埋流年嘅陀羅星今年位於命宮同夫妻宮，因此我哋每人都面對感情嘅挑戰。咁睇下對感情運嘅影響啦。今年感情關係正面臨着巨大嘅挑戰，雙方爭議頻繁，或許係現實條件使呢段感情變得脆弱或者受到傷害。雙方亦都容易互相施加壓力。若有需要，你可以請身邊嘅好友擔任調解人，秉持公正客觀嘅原則，協助化解感情上嘅危機啊！剛剛講咗流年嘅四化星同埋流年嘅月級星對我哋嘅影響，而第二部分就係知道點樣正確發揮流年嘅本末數，正確意念行為表現嚟克服流年種種嘅挑戰啦。種子福德宮廉貞化忌，忌情感用事。樹幹命宮七殺見擎羊，嚴謹有紀律，堅毅不拔之理性態度應對身旁人同事。花果遷移宮武曲天府，以現實嘅條件穩重嘅方向前進啦。從流年本末數反映紫微天上第5號磁場嘅成功錦囊，能夠將悲憤轉化為行動力量，依份拼搏嘅衝勁反而能激發明確嘅進步啊！在較為緊張嘅年份請留意自己心靈嘅健康。如果持續感到壓力，請學會暫時放下，因為放下其實係為了更好地向前邁進。2026年嘅流年係文昌化科，非常建議大家去學習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。呢套現代命理係非常值得大家去學習嘅。初班之發掘天賦潛能喺1月28日起法住機構開課，講者係劉子琪老師。大家可以喺法住機構嘅網站查詢同埋報名，亦都可以掃描以下嘅 QR code 報名。希望到時見到大家。
好，而家輪到紫微天相第11號磁場。自身運自己嘅實力係吉凶嘅關鍵，進財運要揾血汗錢或為愛付出金錢，事業運大展拳腳嘅好機會，愛情運有困難嘅感情關係，家宅運有地利有效推動事務。流年嘅化星天同化祿，兄弟宮天同化祿見祿存，兄弟彼此關係甚篤，是知心好友嘅條件。睇下對自身運嘅影響啊，同埋工作運嘅影響。兄弟宮天同化祿見祿存對自身運嘅影響，兄弟姊妹咧持化祿祿存係本年嘅幸運指數。若手足之間關係和睦，情感深厚，本年度將能獲得極大嘅支持同協助啊。兄弟宮天同化祿見祿存對工作運嘅影響，喺合作關係中，即使你全力以赴，而合作嘅夥伴看似輕鬆，也勿因此而心生羨慕同埋妒忌。若你察覺對方有運行，其實可以從合作中借助其好運，進而提升自身嘅運勢。當然，前提是你自己自身具備足夠嘅實力，方能在合作中維持愉快嘅互動關係。流年嘅化星天機化權，田宅宮天機化權巨門天月，環境提供機會，並有具實力嘅貴人相助。睇下對工作運嘅影響啦。田宅宮天機化權巨門天月對工作運嘅影響，環境中有極具實力嘅貴人，對方聰明有才智，人脈廣闊，對你嘅事業有莫大嘅助益。流年嘅化星文昌化科，象徵知識顯露於大眾，對外有影響力。文昌嘅實力務必將知識融會貫通於實際表現之中，所謂知行合一。咁睇下對工作運嘅影響啦。文昌化科對工作運嘅影響，今年係你拓展事業、堅定追求目標嘅關鍵時期，應多表現你嘅才華。然而，建議你在大眾前保持謙遜，避免過於刻意地展現個人嘅能力，以免產生反效果。非常建議你認識光明斗，要了解自身嘅3階潛能條件，進而理想地發揮天賦，獲得貴人嘅賞識。流年嘅化星廉貞化忌，財帛宮見廉貞化忌，正面嘅係要揾血汗錢，反面嘅就荷包要出血，要及時止血啦。咁睇下對財運同埋感情運嘅影響啊。財帛宮廉貞化忌點樣影響財運？今年要揾血汗錢，越親力親為，越辛苦係越好嘅。對待財富嘅態度應當嚴謹。今年賺錢係唔容易嘅。財帛宮廉貞化忌對感情運嘅影響，情感嘅關係可能導致財務嘅損失，對方投資失利，你為咗愛自己荷包有所犧牲。如果伴侶所投資嘅項目方向係有誤，考慮果斷行動，及時止損，以避免進一步嘅損失。流年嘅貴人星天月田宅宮天魁交友宮對家宅運嘅影響，環境有改變嘅可能性，若能從正確原則考慮，呢個將會係一個正面嘅轉變。流年嘅擎羊同流年嘅陀螺打擊麻煩係位於命宮同夫妻宮。今年我哋人人都會受感情嘅挑戰，睇下對感情運嘅影響啦。伴侶今年可能面臨一些困難，你可能需要在經濟上提供協助。伴侶嘅關係嘅挑戰深具影響，可能牽動自己整體嘅狀況啊。夫妻本應是同舟共濟嘅夥伴，然而在面對困難，是否能攜手共度，則取決於雙方是否願意為彼此改變及付出。如果對方能從中學到教訓，這或許可以視為一種破財消災，同時也可以彼此感情成長嘅見證。剛剛講咗流年嘅4化星同埋流年嘅月級星對我哋嘅影響，而第二部分就係知道點樣正確發揮流年嘅本末數，正確意念行為表現嚟克服流年種種嘅挑戰啦。
福德宮種子貪狼，有群體嘅支持，慾望係推動力量。樹幹命宮武曲天府見擎羊，嚴謹處理財務嘅安排啊。花果遷移宮七殺，事實非如想像般容易，需要堅毅地追求。流年嘅本末樹反映紫微天相第11號磁場個成功錦囊。今年呢既有挑戰，亦有機遇。挑戰就係你可能會因為家庭嘅因素而面臨財務嘅壓力，係需要你以理性同埋原則嘅方式嚟應對。機遇呢就喺你事業上長期以來嘅努力，今年將有機會獲得貴人嘅賞識，並獲得一個大展宏圖嘅機會啊。0至18歲小孩潛能工作坊，開啟孩子光明嘅未來，從了解他開始。你有冇曾經好奇孩子與生俱來嘅獨特潛能喺邊度呢？作為家長，我哋都希望找到最適合孩子教育嘅方法，激發佢哋內在嘅閃亮點。從中華傳統紫微斗數文化裏邊找到孩子天賦密碼，掌握因材施教嘅關鍵啦。工作坊以4人小組形式進行，係最超值及最具效益嘅小孩潛能分析，敬請把握機會。查詢詳情及報名，請瀏覽以下嘅網址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如意吉祥，一團和氣，財運亨通，龍馬精神。林麗教室同人敬上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啊！